微針真係咪智商稅？30秒話你知水魚係點樣煉成嘅。話你知啦，如果你買咗套微針返去，自己亂咁碌完仲噴兩下淘寶嘅3毫生髮水，你交緊嘅唔係智商稅，直頭係整容稅啊！微針的確係可以幫助頭皮吸收同埋激活細胞嘅自我修復能力，佢就好似一個放大器咁，碌完之後用補品，佢就會幫你放大嘅效果。我哋微針之後導入嘅係開完要即刻用，對溫度同活性都有極高要求嘅外鼻體 X 針，同你喺網上幾百蚊買嘅心理安慰劑完全係兩回事。仲有啊，最大嘅坑就係衞生隱患啊！你以為屋企廁所用酒精噴兩下個微針就叫做消毒啊？話你知啊，你屋企個廁所啲細菌仲多過公廁啊！你喺裏邊亂咁碌，等於幫你嘅頭皮開咗個窿，然後種細菌。一旦感染嘅話，無囊炎都已經係事小啦，嚴重嘅話揾定地方植髮啦。微針只係幫你打開條路，之後用補品定毒藥，同埋有冇用一次性嘅微針，先係決定你係重生定係自毀嘅關鍵。你自己諗下，你嘅髮線、你嘅自信值唔值得揾專業人士去幫手啦。